3500年前，一个伟大强盛的王朝在华夏中原大地上崛起。商，一位骁勇善谋的将军统帅着军队南征北战，他的名字是妇好。在安阳城，他尘封千年的坟墓终于现世。然而，这位著名的商王后留下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除了精美的珠宝和精致的青铜器，人们还发现了大量的武器。这座坟墓属于一位伟大的统帅。The tomb of Fu Hao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the Bronze Age. 商朝是中国第一个被确切证明存在的朝代。We can trace the origins of Chinese writing to the Shang dynasty. It's the only ancient written language still in active use. 基于最新的研究和考古发现，我们重现了这位后来成为将军、女祭司和王后的商朝公主的生活。